今日好高興同大家介紹一間位於 Baldwin Park 我百裏挑一嘅投資屋。呢一間投資屋呢，佢係好有特點，特別係個廚房。至於點樣有特點法呢？帶大家入去睇下咧。每次嚟到 Baldwin Park 咧，我都諗起一個好有趣嘅打卡點，就係 In and Out 嘅發源地啦。佢咧就建於1948年，亦都係始於呢個 Baldwin Park 呢一度，而且而家仲有一個歷史博物館。離開呢一間屋大概係6分鐘嘅車程嘅。呢間屋就坐落喺 Baldwin Park 嘅中心區域，開車5分鐘就可以輕鬆上10號或者係605主要嘅高速公路。從呢一度開車去洛杉磯市中心，大約都係20分鐘左右。房屋門口對正就係學校，附近生活配套相當成熟。除咗優越嘅地理位置之外，呢間屋仲有一個非常特別嘅亮點，就係擁有4個廚房同10個車位。無論係大家庭自住或者係投資出租，都非常之有潛力。先入去睇下佢廚房咧。呢個係呢一間屋嘅廚房1。嗱，呢一度係一個 open 嘅 floor plan， 咁啊個爐頭啊同埋呢一啲抽油煙機咧都係全新嘅。咁呢一個開闊嘅空間咧係足夠你做各種美食嘅。Surprise！ 嗱，呢個咧就係廚房2啦。你發唔發現呢個爐頭其實係唔一樣？呢個係一個電子爐頭，大家睇下。嗱。亦都係一個開闊嘅空間，你睇下，仲有埋抽油煙機添。Surprise！ 咪又係我咯，你估下呢度仲有冇廚房啊？就係有一個，呢個係第3個廚房。嗱，佢亦都係有電子嘅爐頭同埋抽油煙機。其實每一個廚房咧都好有特點嘅。喂，大家估下，仲會唔會有廚房咧？呢一間屋？Surprise！ 呢個係原來係真係有嘅，呢個係第4個廚房。你睇下，亦都係有電子爐頭同埋抽油煙機喎。大家唔好以為我今日係喺度賣櫥櫃廣告或者係廚房用品，其實我係喺度賣緊屋。呢一間位於 Baldwin Park 嘅獨立屋呢，其實係有4個廚房嘅噃，係咪好有特點呢？做乜嘢啦？冇，因為有4個廚房咧，我喺度諗緊點樣合理咁樣利用好呢4個廚房咧。方案1啦，就係不如請4個唔同國家嘅靚女廚師翻嚟咧，嚟做我嘅私人主廚。又或者方案2，不如出租啦，有4個廚房喎，你覺得點啊？既然一間屋有4個廚房，決定係攞嚟出租嘅話咧，咁啊，呢個車位啊，梗係唔少得啦，係咪？足夠嘅車位好緊要啊！有見及此呢，哇，屋主已經準備好晒呢一啲停車嘅位置俾你。你睇呢一度外邊，總共係可以停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呢一邊單邊可以停6個車位。咁而呢度佔地面積咧係8004尺。前邊仲有鐵門，鐵門入嚟之後嘅空間係足夠可以再停多4台車，即係話呢度總共可以停10台車。今日我介紹呢一間係咪萬中無一呢？4個廚房，19幾個車位，仲要係帶鐵門嘅獨立屋，佔地8004尺。如果你有興趣投資嘅，就嚟我評論區留言或者掃我2維碼。